Hello， 各位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帶大家嚟睇呢個筍盤咧，業主啊直接啊蝕本啊200幾萬啊陰公！嗱，你睇下啦，呢度係我哋個拱北口岸附近一個核心片區嘅樓盤，亦都係次新小區啊！嗱，呢度咧就係樓下嘅3萬平方嘅商業街，旁邊咧仲有我哋嘅富華里商業同埋九洲道商業。咁啊落樓咧，其實咧行幾步路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市場啦、小學啦、中學嘅。咁我而家咧上樓睇房啦喎！喺拱北口岸附近嘅核心地段，呢個房咧，佢係135平方嘅4房嚇。你可以睇到咧，我哋嘅陽台嘅呢個窗嘅景觀面咧，係睇到我哋嘅人行濱海中心。咁啊，人行濱海中心嗰附近咧，係會有我哋呢個咧，就係拱北口岸嘅。咁我哋呢個房咧，嗱可以睇到嘅靜心咧，非常之長嚇，有10米嘅。開間咧係差唔多咧係3.7米。一共咧係有4個房間。有3個套間嚇，即係4房2廳3衛喎。咁啊呢邊嘅話咧，你住喺度咧，非常之生活方便，同埋咧落樓咧就有可以享受到好多嘅配套啦。咁啊呢邊咧係4個房間嘅位置嚇，佢周邊有咩配套咧？有富華里啦，有九洲道商圈啦，而且咧落樓有我哋嘅市場啦、沃爾瑪啦，同埋咧就係新鮮超市，都係喺我哋樓下嘅啫。你一落樓就可以享受到咧佢呢個好方便嘅生活配套，而且咧學校啊就喺旁邊咋，即係目送細蚊仔返學咧不是夢啊！小學、中學都喺旁邊嘅啫。嗱，房咧基本嘅情況咧就介紹到呢度啦。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記得點擊屏幕產品問我攞資料啦。